由於第二代藍色小精靈上市之後，令到好多人嘅體重喺極短嘅時間之內產生咗驚人嘅變化，深得各界人士嘅信賴。係啊，你亦都可以喺減肥之前拍低全身肥胖嘅相，喺12日之後攞出嚟對比，你就會發現我哋第二代藍色小精靈真係好有效㗎。呢一位係63公斤嘅吳玉華小姐，喺用咗第二代藍色小精靈之後，就好明顯地減少咗體重。佢始終冇法相信自己喺咁短嘅時間之內瘦咗咁多，仲變得咁靚添。哇，吳小姐你瘦得咁多，快啲轉個身俾大家睇。哇，身材真係靚啊！係啊，我自從呢食咗第二代藍色小精靈之後啊，我先食咗12天左右㗎咋，就足足瘦咗8公斤啦。我覺得啊，我比以前係輕鬆咗好多啊。哇，吳小姐你瘦咗咁多，你嘅朋友同你嘅同事有冇覺得好 surprise 呢？係啊。吳小姐你瘦咗以後，有冇好多人問你係點瘦落嚟啊？有啊，好多人一睇到我好 surprise 就問我，你係點樣瘦咗落嚟嘅呢？嗰陣時我聽到呢啲話就覺得好開心，原來瘦咗落嚟係咁開心嘅嘢喎。請即刻打瘦身專線1866-466-8872， 30日內無效全額退款。第二代藍色小精靈讓你輕輕鬆鬆想瘦就瘦。一般嘅減肥方法都係減少食物油脂嘅吸收，但係佢疏忽咗糖類為人類主要嘅能量來源。喺過度強調低脂肪嘅攝取嘅時候，往往喺不知不覺當中吸收咗過度嘅糖類。第二代藍色小精靈為你讓短短嘅時間之內瘦落去，除咗含有藤黃果所萃取嘅脂肪抑制劑同埋分解劑，以及萃取麥麩1號、澱粉酶抑制蛋白，仲有從腎豆莢所萃取嘅2號澱粉酶抑制蛋白之外，仲加添咗膠紅素嚟到提高你嘅基層代謝率，再添加有機鉻離子，平衡胰島素嘅分泌量，以抵消脂肪嘅生長速度。喺使用第二代藍色小精靈嘅方法亦都好簡單，朝午晚各一次，每一次1粒50毫克嘅份量，大約喺12日左右就可以減少大約10% 嘅重量，亦即係話一位70公斤嘅肥胖患者喺12日之內足足可以減輕7公斤嘅體重。以東方人習以為常嘅主食米麵，最新開發嘅第二代藍色小精靈特別研究出最新嘅澱粉糖阻斷劑，佢係一種分子量極少嘅玉微丁酵素，就算加溫加熱長達30分鐘，亦都唔會遭到破壞。呢一種嘅阻斷蛋白成分，為有效咁阻斷咗澱粉酶同埋唾液嘅活性。因為呢一種嘅澱粉阻劑係一種天然名叫做騸豆嘅天然食物當中所萃取嘅糖蛋白，因而阻斷咗澱粉酶嘅分解酵素 amylase 嘅作用，使糖類無法被切割成一個個嘅單糖，而唔會被吸收成熱量，所以亦都唔會成為脂肪，導致人體內必須消耗體內囤積嘅脂肪，而不再加快體重減少嘅效果。根據美國嘅標準測試方法，每50毫升嘅澱粉糖抑制蛋白可以啱啱咁阻斷咗100公克嘅澱粉吸收，相當之400卡路里嘅熱量消失無蹤㗎。點解咁多嘅醫生專家願意推薦第二代藍色小精靈？點解世界各地嘅醫師同埋營養師對第二代嘅藍色小精靈如此肯定？因為佢哋嘅專業知識俾佢哋知道係一條有效嘅減肥捷徑，唯有如此先至可以實現你嘅瘦身願望。哇，鄭小姐你真係瘦咗好多啊！轉個身俾我哋睇下，真係好明顯喎。係啊，我以前我覺得我自己肥到好似個波一樣，但係自從用咗第二代嘅藍色小精靈之後呢，我嘅體重呢就一直跌，從原來嘅68公斤瘦到只有60公斤。其實呢，我一直有瘦到60公斤嘅經驗，但係一到60公斤呢就再瘦唔到落去啦，而且呢，唔知點解又肥翻嚟。鄭小姐啊，咁你一直咁樣肥翻嚟呢，會唔會覺得好辛苦啊？係啊，真係好辛苦啊！但自從用咗第二代藍色小精靈之後呢，我就一直瘦到而家只有48公斤嘅咋。咁你花咗幾長時間呢？大概呢1個幾月嘅時間，總共大約瘦咗差唔多20公斤左右。你睇我啲骨都走咗出嚟啦！哇，真係同以前差好多啊！而家呢個係以前嘅話呢，呢個就根本冇可能發生嘅嘢，所以啊，我覺得第二代藍色小精靈真係好有效啊！請即刻打瘦身專線1866-466-8872， 30日內無效全額退款。第二代藍色小精靈讓你輕輕鬆鬆想瘦就瘦，10分鐘之內來電仲可以享受到驚喜嘅優惠價。